请咱幼园徛底，用新的界面来正做咱的信用告别。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第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你着听。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恁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即时要来启应。启应文34篇，就是诗篇146篇。启应文34篇，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唔通倚靠君王，因一个断开就归土。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上主解放受关押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厝外人，以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为永远做王，着称赞上主。咱即时三角来祈祷。哈利路亚！耶和华做王，伊用威严家己称。耶和华用气力家己称，家己下，世界就坚固，袂摇掣。咱要求救应该懊恼的天父，咱就得到救，脱离咱的对敌。感谢天父上帝。台湾即马咧流行性的感冒疫情嘛真严重，感谢你保守阮，使阮勇壮，无病痛。非洲伫遐济侵入台湾，恳求主怜悯阮，毋通互伫遐灾扩大，免得饲猪的农民受损失。亲爱的天父上帝，台湾面对战争的威胁，总是台湾人也有毋知感恩要出卖台湾的人，求你怜悯，互因清醒。无卖国，讲济负面失志的话语，破坏价值观的话语，来扰乱人心。感谢你伫阮对敌的面前，甲阮摆设宴舍，赏赐阮平静甲信靠的心，除去不安甲惊吓，互阮秘伫你的十股中安稳自在。2026年选举中，你一定保守阮价值观无受破坏，道德无定论，使台湾人会当分别是非的圣神甲阮同在。今仔日，阮的教会举行耶和华礼拜，恳求你带领平平安安、丰丰盛盛、智慧充满、疼心充足。恩上加恩，搁较多的建设家天地因。感谢你祝福大门巴克利纪念教会，
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团结，毋是基督徒俱乐部，是得到你隐瞒的妈妈的教会。哈利路亚，感谢你，主上帝全能的啊！你的所做大个奇妙，你的道路义个真实。主啊，之罪敬畏归荣耀伫你的名，因为独独你是圣，日班拢要来敬拜伫你的面前，因为你的公义的所行已经显明。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咱即时来恭受上帝的话，记在《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到14节。《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到14节，耶稣阁对门徒讲一个譬喻，假使因着常常祈祷，毋通灰心。伊讲，某一个城有一个判官，伊无敬畏上帝，嘛无尊重人。伫迄个城有一个官夫，一直来找伊讲：我有一个诉讼的对头，请你替我主持公道。这个判官真久拢无答应。后来伊家己想讲：我虽然毋惊上帝，嘛无尊重人，毋过因为这个官夫一直来甲我吵，我要替伊主持公道。才毋免伊一直来高甜。主讲，恁着听这个不义的判官所讲的话。上帝所拣选的人，每日对伊哀求，伊敢无替因主持公道嘛？伊敢会拖延真久嘛？我甲你讲，伊真紧就会替恁主持公道。总是人子来的时，伊伫地上敢会看见这款的信心？耶稣对遐个看家己做义人，佮看轻别人的人，有讲这个譬喻：有两个人上圣殿祈祷，一个是法利赛派的人，另外一个是摩西的。法利赛人徛伫伫，家己祈祷讲：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其他的人凶悍、粗财、不义、淫乱，嘛无亲像这号无罪的人。我一礼拜禁食2摆，佮奉献全部收入的1/10。毋过，迄个无罪的人远远徛的所在，连抬头起来看天拢毋敢，只有对兄讲：上帝啊，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我甲你讲，做得到赦免、转去因兜的是一个人，毋是迄个法利赛人，因为提高家己的会受降价，屈价家己的会受提高。上帝的确将伊的话刻掉伫咱的心内。今日王讲传道要甲咱讲的信息是眼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今仔日有缘会当伫遮领主日。那每一个咱主日的时阵，咱也渴望上帝的话对阮的生命是有帮助的。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内面，耶稣讲起着2个比喻。这2个比喻拢甲一项代志有关系，就是祈祷。祈祷是咱做基督徒每一天拢会做的代志。咱会感谢上帝，赏赐菜色美酿饮食，
咱会求伊赐阮平安，求伊互阮会当健康，嘛希望会当互阮拄着困难的时得到帮助来祈祷，甚至咱会为着咱所爱的人、所疼的人、所关心的人来祈祷，咱也会对伫咱所做的代志有毋对的所在反省来祈祷。咱每一工拢会为着侪侪原因来祈祷，祈祷也成做咱甲上帝建立关系真重要的一个行动。但除了祈祷是沟通的，甲上帝建立关系的方法，祈祷其实嘛亲像一面镜共款，伊会反映出咱甲上帝的关系。你所祈祷的内容，你所祈祷的对象，你所有的期待，要反映咱心内生命中迄个生命的状态是怎样。伫今仔日，咱要透过这两项的比喻，重新思考咱的眼光要安怎调整。伫第一个比喻内面，咱看见到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判官，这个判官伊真特别的是，伊呢无敬畏上帝，然后呢嘛无要尊重人，看起来是一个地位真悬，却是安那真无好的人。伊拄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寡妇，寡妇对这个判官讲：“我有一个代志，想要替你，求你替我来主持公道。”伫迄个时代，寡妇这个人的身份代表的意义，伊其实是无权，伊其实是无地位，伊其实有真侪生命中的困难，会因为伊失去翁婿出现，有人可能会欺负伊，伊的生活会拄着侪侪困难，伊却无机会替家己讲话。但是今仔日咱所看的这位寡妇，伊真特别。虽然伊无背景、无钱、无权，但是伊有一项物件，就是伊无放弃。迄个判官伊坐伫悬悬的所在，逐工拢看到这个寡妇一届搁一届的出现。迄个判官有一天安尼想讲，若会当甲伊的代志处理起来，会当莫互这个人搁继续高高伫我的身边。所以耶稣讲，恁着听这个不义的判官所讲的话。上帝所拣选的人，面对对伊哀求，伊减袂替因主持公道，减袂拖延真久。是啊，连这个判官，伊拢是这个心态。耶稣要甲咱讲的是，上帝伊的心态，就亲像耶稣比如内面，迄个看到人需要一定的帮助呢，是比这个判官更加有情有义，更加疼咱。不过，伫这个比喻内面的重点，毋是这个寡妇伊得到啥物这个结果。伫这个比喻的重点内面，是这个寡妇伊不断的求，伊迄个无放弃的行为啊，伊无因为伊无任何的行为，伊是因为伊无有较侪渴望。迄个无放弃的行为，就是伊祈祷的方法。耶稣讲。伊真紧就会替因主持公道，就是替遮灵的以色列人。总是灵主来临的时，灵主来到因中间的时，伊刚会当看见到有这款信心的人啊。建立信心，上困难的所在，咱感觉位伫倒位？当上帝伊无应声的时阵。无回应咱祈祷的内容的时阵，咱敢要继续相信？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信心上大的考验，是伫上帝无做声的时阵，犹原相信听候伊。所以上帝到底是无听见，还是无回应？其实毋是，是因为咱的有限。无法当去看去、甲听去，
咱有阮家己的时间，咱的期待，想要得到满足的点。但是上帝伊有伊的计划，甲伊美好的带领，超过咱的想象。耶稣伫第8节对伊讲的话，意思是，当伊过来的时阵，敢会当找到迄个伫祈祷中犹原相信伊的人无？所以，咱会问家己。有亲像寡妇的信心无？咱要反省，咱是用怎样的心态咧看待甲主建立关系、祈祷的这个行动？煞接到第2项的比喻，第2项比喻内面嘛出现2个人，一个人是法利赛人，一个人是冒税的。法利赛人，法利赛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因为着要互家己得到清气，因甲真侪代志保持关系，保持距离。因的学问真深，因呢真重视摩西所讲的律法，所以伫社会顶面，人看因的时阵，因是受尊重。因也互人认为讲，因是真接近义人，甚至是义人的人。相是因嘛是安尼看待家己啊。但是伫耶稣迄个时代，这法利赛人因将因的行为、因的想法去行律法主义，因用律法来定别人的罪，甲用重担无怜悯放伫人的身上。因的外表所讲的，甲因内面所想的，常常无共款，就亲像因看待耶稣，甲想要杀死伊的心态。所以主耶稣伫圣经内面讲。因是假好的人，另外一个人，这个冒税，因是替罗马政府来伊家己族群来抽奖的人，但因咧抽奖的时，也因为有可能需要来提搁较济超过规定的钱，也有可能因替罗马政府来工作，伫因的族群内面来看，因就亲像是。背叛者同款，所以犹太人因轻视做这个工课的人，也看因做是罪人。耶稣用法利赛人甲冒税这2个完全无同款的角色，社会无同款的地位，别人对因的看法，伫迄个时阵已经有真清楚。耶稣用这2个人来做这个比喻的角色。当耶稣讲。法利赛人甲冒税因同时去祈祷的时阵，这2个人有完全无同款的行为。法利赛人伊是徛停停伫遐祈祷，家己讲：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其他人恐吓、不义、淫乱，嘛无亲像冒税。我一礼拜禁食2摆。嘛有照时来奉献我的1/10。毋过另外一个迄个，互人看轻，认为是罪人的人，伊连夜头看天拢毋敢。伊徛伫远的所在，伫即个比喻内面，咱毋知影偌远，有可能伊的远的所在就亲像会当看到一间教会的即个距离，伊毋敢接近，伊只有对心讲。上帝啊，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法利赛人甲冒税的，因的无共款，一个受尊重看重，一个受看轻讨厌。但是伫这个祈祷内面，耶稣予所有听比喻的人一个答案：罪得到赦免，转去引导的是这个人，毋是迄个法利赛人。因为提悬家己的未受降价，屈加家己的未受提悬。耶稣无讲法利赛人，因为你无亲像别人，也无亲像迄个冒税的，你所做的一切真好，所以呢，你是一个义人。耶稣是讲罪得到赦免的，转去引导的是迄个冒税，这是一个真冲突的。画面，甲真互咱感觉奇怪的答案。
最后耶稣会安尼讲，敢讲法利赛人因遵守的这甲所做的无重要吗？还是毋对吗？毋是安尼。其实法利赛人伊所做拢是对，但是这是一个做敬拜上帝角色的人本地道的会有的行为，就亲像咱伫遮的做基督徒的咱袂甲人夸口讲，我逐礼拜拢有去做礼拜哦，我拢有咧奉献，我有咧服侍，这个代志咱是甚至是毋免讲的，因为这就是咱的信仰生命甲生活。但是这个法利赛人，伊伫伊的祈祷内面，伊将这个代志看作是真重要。咱若有注意看伊的祈祷内容，这个祈祷的主角毋是上帝，这个祈祷内面的主角是要讲伊家己，所以伊的主题是我，伊咧介绍伊家己，并且介绍伊所做的。所以反倒来看这个毛遂。伊所祈祷的内容，伊看待伊家己本身是啥物角色，咱会当对伊一句话就知影，伊清楚知影伊是一个罪人，伊需要的是怜悯，所以伊毋是主角，伊爱求伊祈祷对象就是上帝，会当来怜悯伊。伊清清知影伊家己所做的毋对，嘛不配徛伫上帝的面前，但就是因为安尼。伊犹原想要得到上帝的怜悯啊！毛遂祈祷内容无真水的装卡，只有用真底、真真实、诚实的心来认罪祈祷。将耶稣所讲的两项比喻放做伙，其实就是一面镜。咱伫生活中用镜，会当看见咱生啥物款。咱的穿衫、伪装，咱会当整理家己。但比如内面圣经的话语所互咱看见的镜，是要互咱会当看见家己的内面生做啥物款，也会当提醒咱的内面倒位需要调整。所以咱的眼光，伫今仔日的主题是要调整咱的眼光，成做新的眼光。咱毋是要用人的心思意念去看代志、甲做代志。新的眼光是要用圣经的假释、耶稣所讲的比喻、上帝伊的心意来去活、来去行。所以，咱了解这个比喻，第二项比喻，咱会当知影一项代志：上帝伊无要看咱外口的这个行为，因为伊看见的是咱内面、心内迄粒心态是啥物。所以咱无当骗上帝，所以咱更加爱看重咱内面是啥物款。伫今仔日的经节内面，伊要甲咱讲，伫祈祷的时，咱爱知影，咱所祈祷的心态甲对象应该是啥物款。咱嘛要反省，咱是为着家己所看重的咧做，还是咱是看重上帝的心意咧做？咱会当思考看觅。如果要调整咱的眼光，咱的心内要调整，成做符合上帝心意的样，咱会拄到啥物款的困难甲阻碍？这个困难就伫比喻内面无对咱讲啊。这个困难甲阻碍，就是咱咧面对咱的生活，咱身躯边的亲朋好友，咱的家庭，可能是咱的朋友，可能是咱做工课的人。可能是咱伫教会，可能是咱家己一个人的时阵。今仔日这两个比喻，也要甲咱这无共款的情景来对话。耶稣所讲的比喻，毋是干那是一个假释，也是一个邀请，邀请咱伫基督内面定心合实、信靠，定心合实、诚实。但要安尼活出来，拄着所讲到的困难会是啥物？咱会当思考看觅，我想有可能，咱要亲像寡妇安尼，咱会去想着讲，我要求偌久？圣经内面的比如才3句话尔，我为这项代志祈祷3冬5冬安尼，我希望得到的，哪会无得到？
所以咱需要清楚知影，咱内面的心态是啥物。所以如果我期待的代志无发生，我就无当继续信靠。安尼我的设立我的心态，我有因为人过分的期待来对上帝来看。我所认捌的上帝，毋是上帝，是亲像拜拜的人，也是亲像故事内面的神灯共款。我想要伊来讲我的愿望。当即个寡妇来求判官的时阵，咱会知影伊其实亲像啥物拢无，所以伊会当瓦靠的，可能嘛是即个无尊重人、无敬畏上帝的人。但是这是伊会当瓦靠的，伊的眼中只有即个人尔，会当解决伊的问题。但伫咱的生活中，咱其实有拥有真侪物件，咱可能会枵，但是袂面对着枵死；咱可能会精善，但是无善甲爱去甲人讨钱，有可能是安尼。咱拥有的可能搁较侪一寡，咱会当瓦靠的嘛比咱想象的搁较侪。咱如果拄着困难，恁第一个行为或是想来讲，我想有可能是爸母。若是需要借钱的话，可能是对朋友，有可能是我靠咱关系内面的人。但是咱第一个会想着上帝吗？我有记得一届，我和我朋友来载的时阵，伊就爱甲我讲话，骑乌多摆载我，一直讲话，头拢咧看我，到要出车祸，我无代志，我就直接骑起来。因为迄乌多摆是较细台，阮两个人拢基督徒，我迄时咧读圣学院，我就伊倒伫涂骹咧叫啊，我就甲伊讲，我即摆替你做一个祈祷。其实迄个人伊无想要听，你知无？伊想要我甲伊叫救护车，但是我惊伊可能会死，你知无？所以我紧甲伊做一个真谛的祈祷。我毋知咱拄着真冲突，还是真急的代志的时阵，咱会安怎去看待吼？咱会安怎去瓦靠？所以有一寡瓦靠，甲一寡的帮衬，也是一寡拥有的物件。有当时会成做咱伫信仰军队顶面的，互咱分心的原因。咱咧去思考咱所靠的物件，毋是咱的主啊，上帝才是咱的主。家庭的物件会当成做帮衬，无毋对。但是，咱所爱真正瓦靠的迄个根基，应该爱是主才对。第二个困难是啥物？嘛有可能，咱想要合适，亲像即个毛遂共款，用真正的心态来敬拜、来军队。即个清晰看起来，那是莫讲白贼共款，但是伫咱今仔日所看的比喻内面。咱来看另外一个站，就是当即个毛遂伊知影伊是一个罪人，想要得到主怜悯的时阵，伊减爱有行为。我想伊知影爱有行为，所以咱要诚实面对咱的信仰，还是内面的时阵，有可能阻碍咱无法度互咱继续的，就是咱无想要去改变的迄个歹行为。咱更加习惯用正确的内容来去祈祷，这真简单，也互咱毋免去想较济。祈祷无一定是用双手合的，用嘴来讲，有可能嘛是咱每一天生活，每一天对心内的对话，当每一摆咱咧想上帝的时阵，嘛咧甲伊祈祷。但是如果爱调整迄个部分，是咱无爱的。有一个真好的方法，就是莫去面对，咱就当作无发生，明仔载才去讲。如果咱用明仔载才去讲，迄无要紧，迄无重要，主无较伊严格，安尼咱就袂改变。这就毋是亲像这个比喻要对咱讲的。咱若是要诚实面对家己，要甲主建立关系，咱就爱为着家己的行为甲性命负责任。如果咱选择圣灵，
咱也要选择对悔来改，所以叫做悔改。伫这个过程嘛，要否定家己，放下家己，看无家己，也去实力家来军队主。虽然这个毛罪祈祷真短，但是这句真短的祈祷，却是上帝要听的。因为迄是一个愿意承认家己错误，佮想要建立改变心志的人所讲出来的祈祷。有可能咱对开始调整眼光的事，可能有其他的困难，无伫我今仔日所讲的内面。但首先，咱爱起做的，就是这个我毋知用台语安怎讲，我用国语时大恁知影会当甲我讲。挣扎的台语，敢有人知影？好，安尼我毋知影正常就是无想要就安尼尔，但是嘛毋知影要安怎，但是毋知影要安怎，佮想要有行为，就是挣扎，不断的动，虽然没有方向，像无头苍蝇，虽然无方向，但是无爱停止，因为知影即摆即个状况一定是毋对的，虽然即摆无答案。但是想要改变，这个非常想要改变，迫切的渴望，就是生命的挣扎。因为迫切，所以坚持；也因为诚实，所讲的会当发现所讲的行为，敢是符合主，敢是伊所意爱。最后，透过这两项的比喻，咱会当明白。上帝要互咱经历等待啊，不只是伊有伊的计划尔，其实伫咱等待的过程内面，伊嘛咧塑造咱每一个人。咱伫等待的过程中间，咱的信用哪会那坚持，哪会那有毋茫？伊要互咱伫等待内面有改变，伊要互咱伫合适即款的祈祷的时阵。改变咱的生命，毋是要实现私欲的期待啊！如果打每一届咱的祈祷拢发生啊，拢实现啊，咱其实嘛会真细伫咱的心态，敢会诚做我祈祷的事，就是我要得到。我若无得到，就是我的信心无够。如果你求的无得到，就是你的信心无够。如果只有安尼去想，安尼即个信用是无健康的。咱的祈祷毋是要强调家己的所行，咱要甲主建立关系，甲主同行，才是咱祈祷的目标啊。伊的回应甲无回应，咱会用圣经的价值观来看。这段祈祷甲等待的过程，就是伊对咱每一个人的计划。对法利赛人甲冒税的对比内面，提醒咱表面的宗教行为，要互咱离开上帝。咱伫即个表面的行为内面，咱也要迷路，毋知影到底家己咧创啥，到底来遮恁做啥物，敢若诚做。要互人看见家己是一个基督徒，无爱承认，就继续伫遐里无当改变。所以祈祷毋是要互咱诚做真够讲话的人，真够对上帝讲好听话的人，是要互咱会当真实面对上帝甲家己。心实的祈祷，心实的面对上帝，也真实的面对上帝。伊听见的，毋是咱嘴内所讲的话，是咱心内所发出的声。愿咱今仔日对耶稣的话，合适怎样看人，也合适咱怎样看待家己、甲上帝。用圣经的价值观调整咱的眼光。咱所看到的代志，都要有无共款；咱所改变的代志，嘛要符合主。
愿上帝为真做咱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对你的话语得到帮助，也会当互阮对你的话语得到方向。愿你的话伫阮的心内，真做阮的光，互阮知影改变的路要安怎来行，互阮知影属你心意的话要安怎来讲，也互阮亲像比如内面的寡妇，会当有无放弃、坚持、等待，也互阮会当学习无衰的，会当信任家己，真实面对。阮将一切献上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但即时三甲来吟圣诗341首，我当全心迫切祈祷。圣诗341首，我当全心迫切祈祷。时来奉献。
侪，咱只是请团队为咱报告甲介绍。好，咱来看教会的消息吼。咱即礼拜拜三8点，共款有8课圣经学堂，邀请大家继续来参与伫读经的进度内面。今仔日是咱教会幼儿礼拜吼，所以只有一堂礼拜。咱教会要到伫即个高雄的卫武营遐恁举办漂洋过海的爱巴克里牧师来台15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咱若有时间下晡嘛会当来参加。后礼拜是部会首，请部长甲部员来注意。台南中会教社部伫10月26号要伫下晡3点来举行。投射教会设教155年，记罗伦贵牧师进城退休感恩礼拜吼。地点毋是伫教会哦，是伫嘉南高尔夫球场吼。大家要注意时间。原本可能咱的时间可能掠较拄好到吼，爱提早，因为今仔日总统要过去，所以咱的时间爱头前掠较侪，安尼过去才袂塞车，嘛较有位人坐。好。今仔日伫中昼12点半到1点45分，有一个青少年牧区社青，邀请蔡启佑牧师来遮恁转讲的时间。咱若有伊嘛会当来参加吼。本会定伫12月7号第一堂的主日礼拜要来进行洗礼甲更新礼，报名的日期到伫10月2号，咱来注意时间。小会教育部有定即个新的奖学金，本来无国中心，即摆有咱会当伫10月2号进前来办公室来申请。好，今仔日敢有新朋友？好，若是有咱等者结束礼拜的时阵，会当过来交话吼。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金句记载《路加福音》18章14、12。我读一遍，大家做伙来读2遍吼。因为提高家己的会受降低，屈低家己的会受提高。《路加福音》18章14节。因为提高家己的会受降低。屈低家己的会受提高。因为好，咱即时3角来吟车肯的歌。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咱同齐来祈祷，跳谈阮的爸，愿你予阮有能力继续坚持等待，
继续坚持来祈祷，用无放弃的心，也求你，互阮会当用真实、诚实的心来面对阮的生命，甲军队你的路。愿你继续带领阮，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谢谢灭道避讳。